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劉振峰生活頻道。咁呢，又耐唔耐又要答下大家嘅留言咯，咁都儲埋唔少啊。咁好，首先呢，逐個睇下啦。請問如大門方向窄界，大半邊東北，小半邊東，應該點計呢？咁佢就係問關於個大門個位置啊，或者大門方向嗰啲啦，應立為佔大部分嗰邊，定係睇開門方向？咁呢。師傅自己嘅做法啦，咁有啲其他師傅可能唔係㗎。通常呢，我就會揀你企喺個門後邊啦。咁如果個門係佔咗兩個方位喎，啱啱喺中間或者窄界啦，咁你開門嘅時候睇下開門嗰邊先由邊個方向入，因為我哋係講納氣啊嘛。咁呢就會睇翻先開門嗰邊，譬如佢呢個case 呢，就應該會一開門就係東北嚟嘅。咁呢就會門嘅位置就係東北。同埋咧門向咧就係咁樣，門向又唔同喎，門向你正望住個門嚟度喎。咁如果都係窄界嘅話咧，咁啊都係開少少門睇下，都係東北比較首先有氣入到嚟嘅，就會先計東北嘅。跟住第二個問題，劉師傅想請問家居風水噴泉，即係嗰啲流水擺設啊，馬年應該放哪個方位？謝謝。跟住自己第二日之後咧就答翻我啦。最後睇咗蘇文峰師傅同另一位師傅嘅 YouTube 片。我將聚寶盆、銅馬、黃晶、流水擺設、大葉植物都放咗喺屋嘅東南方，咁希望成功啦。咁唔知佢希望成功乜嘢？佢係咪想求財呢？咁呢，2026年我哋嘅東南方啊，九子有拔，九子有拔呢講嘅係喜慶，咁同埋佢係當運星啊，都可以當財星咁用嘅。咁正常如果係你睇個蘇師傅嘅片咧，蘇師傅即係我師傅啦，咁佢就會擺流水擺設嘅，就係擺一個喺嗰度啫，咁呢就可以用嚟幫你求財嘅。可以利用佢當旺星嘅力量啊，幫你求財嘅，因為九子有拔係當旺星啊嘛。咁但係如果你流水擺設你東南方唔啱放嘅話呢，喺2026年呢，你可以放喺中宮，因為中宮係100貪狼星啊，係真正嘅財星啊嘛。或者放北面嘅六白星，咁但係因為北面六白我哋有三煞啦，咁所以呢，你要擺其他嘢先擺得嘅，就唔可以單獨擺個流水擺設嘅，或者擺東邊八白財星呢，都可以擺。流水擺設嘅，因為八白財星就係我哋嘅正財星啊嘛。咁咧，另外九子有拔都可以放嘅，即係你而家放嘅方法都可以嘅。咁不過咧，你就好似放得太多啊。如果放埋聚寶盆、銅馬，銅馬又唔可以放呢個位置。銅馬咧就最好放喺西南位，因為西南位咧就係馬年嘅四生位申啦，即係馬年嘅驛馬位就係西南邊啦。咁最好就放西南邊啦。咁記住放嘅時候咧就馬頭向外喎，即係望屋出邊喎。咁如果你係角落頭位咧，咁就可能你要睇下移一移個位，可能喺窗邊擺，咁睇下係咪西南邊啦。咁另外黃晶啦、黃晶水晶啦，咁黃晶其實一般就可以放翻喺八白或者喺中宮位都得嘅。咁大葉植物咧就最好聚財啦。大葉植物咧第一又係可以放中宮啦、八白位置啦。因為今年南方係30位加6白星啊嘛，咁啊放南方都得嘅。而反而咧，如果你擺喺東南方，即係九子有拔放大葉植物咧，就催旺咗個火運，就比較容易催旺咗喜慶星啊。即係如果屋企裏邊有人想結婚啊、拍拖咧，就可以擺嗰度。但係如果冇人想結婚拍拖或者已經結晒婚嘅啦，咁咧就唔好特別催旺，用木嚟去催旺九子有拔。咁聚寶盆咧，一般嚟講你就可以放喺八宅裏邊屋企嘅福位啦，或者流年裏邊就放八白財星位就比較有用啊。咁咧你詳細可以睇翻我嘅風水佈局嘅擺嘅影片，你就可以睇翻每個位置係乜嘢啦。咁就唔係太適宜全部嘢放一個位啊。跟住下一個留言啦，咁睇下先啦。呢個就喺我解籤嗰度嚟嘅。多謝劉師傅，可不可以解83籤？咁又唔止佢一個人咁講啊，咁就都解埋83籤啦。咁83籤咧就係上次阿鄉議局主席去求車公廟嘅時候，除咗問香港前途嗰條籤之外呢，另外亦都有問沙田嘅，就係83籤下籤啊求咗。咁呢，但係如果睇翻呢條籤呢，就應該唔係指一個地區啊。咁因為始終你好難講一個地區咁啊，成個大嘅地區啊，即係可能成個香港咁求呢，就容易解到。我哋睇下籤文先，83下籤嚟噶，掛帆順水上揚州，半途環內浪打頭，實力撐持難寸進。落撈下凡水難流。咁呢83籤啊，呢個籤文呢就係講開頭嘅時候呢，掛帆起程嘅時候呢就順風順水，但係當你去到一半嘅時候呢，運勢就會出現波折同埋困難啦。咁呢就最後提醒求籤嘅人啦，就記得要謹慎對待，就試下唔好冒進啦，試下落撈落帆，
等呢個呢冇咁風頭火勢啊，冇咁驚濤駭浪嘅時候呢，先繼續前進。咁呢整體描述啦，即係個先甜後苦，停滯不前嘅一個困局嘅形象嚟噶。咁所以你求到呢個簽呢，即係如果去睇去問咩啦，咁如果講環境形勢嚟講呢，就記得要小心啦，就唔好諗住可以力挽狂瀾對抗呢個洪流啊，停一停睇定先繼續前進咁解。掛帆順水上揚州啊，咁揚州呢，咁一陣會再解釋咩揚州啊。咁即係話你一開頭嘅時候揚帆出去嘅時候呢，非常之順利啊，掛帆順水嘛。跟住就半途行到一半啦，就遇到浪打頭啊，就係話你去到一半嘅時候呢，就會遇到挑戰同埋困境，特別要小心應對咁解。跟住呢，實力撐持難寸進啦，就係就算你實力好強橫都好，仍然寸步難移啊。同埋喺呢個環境裏邊咧，就容易令人感到進退兩難啊，陷入一個進退維谷嘅境地。咁呢，佢就冇提你要唔要輕易放棄啊，因為下一句就係落錨下帆水難流啊，叫你暫時唞下，唔好同個水流對抗啊。落錨咧就係唔係船錨，即係唔係而家啲船錨啊。呢個錨咧係講划船嘅船長啊，或者操縱方向嘅船長啊。咁就叫你暫停佢，同埋落埋帆。暫時停落嚟睇清楚，就唔好同大風大浪硬拼啊！停低唞下先，保存實力。如果唔係呢，吃力不討好啊！嘥咗你嘅力量，又唔會得到啲咩好處，冇咩結果得到出嚟嘅。成支簽呢，簡單嚟講呢，就唔係否定你呢個地區嘅實力啊，或者能力好唔好啊，而係話你嘅時機唔對啊！而家你唔可以逆風而行，亦都唔可以對抗到大風大浪啊！就算你幾叻都好，都係時候要靠岸唞一唞啦。咁啊，想講咩你自己意會下啦嚇，車公提你嘅嘢嚟嘅啫。咁咧，但係記住簽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嘅，提到揚州呢個地方喺中國嘅文學意象裏邊咧，其實揚州咧係代表繁華美夢嘅地方啊，係好靚嘅地方咁解，亦都牽涉到另一個故事。揚帆出海去揚州啊，半路開頭嘅時候順利，後邊驚濤駭浪。隋煬帝，隋朝嘅隋煬帝啊。當年開鑿咗大運河，浩浩蕩蕩咧，成日就中意坐龍船去揚州度賞花嘅。當時嘅揚州咧叫江都，而佢第三次落揚州嘅時候咧，時歷大業12年啊，公元嘅616年，咁咧係最著名嘅一次，亦都係最悲慘嘅一次啊。當時候嘅中原爆發咗大規模嘅農民起義，北方嘅局勢咧已經全面失控，但係隋煬帝唔理大臣嘅反對，仍然堅持落去江都避亂啊！咁啊，坐佢嘅龍船就出發喺大運河去江都。開頭嘅時候，亦都真係順水而行，順風順水噶。但係行到半途，天下大亂，叛軍四起啊！而到最後，當隋煬帝去到揚州嘅時候呢，被困啊，進退失據，結果呢就命喪他鄉啦。所以呢，呢場順水嘅開頭，最後導致咗隋朝嘅滅亡。好，跟住我哋又睇下一個留言啦噃。咁咧，可能你睇緊片會發現咧，我經常好似個位置有少少轉啊，啲光暗有啲唔同咗啊，因為我試緊位睇下邊度冇咁反光啊。好，下一個問題，劉師傅你好，如果一個人喺18號晚上11點30分出世，即係子時啊，咁你會計佢生日係18定係19號呢？呢個計法通常咧會有兩種唔同嘅解釋，可唔可以解釋下呢？多謝晒咁。咁其實呢，師傅一般嘅做法咧就會當佢係子時咧，就係19號嘅子時嚟計算嘅。但係咧有一樣留意，俗語有所謂神仙難算子時命。點解呢？其實唔係真係因為子時呢個命難算，而係因為古代計時咧冇咁準確，就算現代都係嘅。因為佢計子時出世咧，其實就係好睇嗰個醫生啊。咁師傅以前兩個小朋友嘅時候咧，我係有入去產房睇出世啊，所以我都知嘅。好睇個醫生幾點睇錶，因為有啲醫生咧出晒嚟就會即刻睇錶啦個 BB。有時候佢開始出咧就已經會叫姑娘定計時間噶啦。要睇每個醫生做法有唔同噶，有啲可能係出咗嚟之後整好清潔晒先睇錶都未定噶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咁啱係子時嘅話，佢又咁啱係可能11點30分或者11點10分咁樣啦，再早啲嘅時間，有機會其實佢係10點40分左右都未定，或者又可能遲啲喎，即係可能佢計出嚟原來係啱啱初子嘅時候，原來佢計出嚟咧，實際原來唔係喎，或者佢接近子時尾啦，去到半夜嘅
12:45嘅，去慳咗時間。其實可能原來真係實際 BB 出世嚟嘅時間呢，可能係再遲啲，去到下一個丑時都未定嘅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計八字啊，子時出世同丑時出世呢，其實唔係差好遠，因為純粹時辰唔同啫。咁除咗啲 special case 之外啦，咁但係最大問題呢，如果佢係之前嗰個時間，即係之前嘅亥時去睇咗子時，或者子時睇咗亥時呢，咁就比較影響大啦。因為我哋八字最基本最重要嘅一點就係睇日柱，我哋所有嘢都係日柱，即係出世嗰日嚟到出發，利用嗰日嚟對翻晒其他六字，即係其他三柱嘅。所以日柱唔同，成個命都唔同。點解古時特別難算子時呢？古時計時算時辰更加冇咁發達，同埋佢更加可能去拎出嚟搞好多嘢先睇時間啊，先聽到打更，或者佢未之前已經一開始就計咗時都未定。所以呢，我哋叫神仙難算子時命，其實係咁解嘅。而我師傅自己我嘅做法啦，咁呢通常會遇到呢啲比較尷尬嘅時間，子時或者亥時都好啦。一般我喺起盤之前呢，都會可能起咗簡單嘅嘢先啦，跟住會問你一啲已經發生咗嘅事，或者喺大運推嘅時候，可能早年會發生、容易發生嘅事，可能有啲意外啊，諸如此類嘅，先對證一下係唔係嗰個時間先。跟住呢，我會再起埋另一個時間，又再問下你睇下係唔係嗰個時間，睇下邊一個發生嘅事比較準確。根據師傅自己嘅經驗呢，咁樣情況呢，會睇到你已經發生嘅事都睇到7、8成準嘅，咁就已經知道你大約係邊個時間，跟住再去排個盤呢，就會準好多嘅。咁所以呢，一般都會用反推嚟再確定一下時間，就比較安全嘅。多謝師傅重拍分享。佢係講緊我個第一次解簽嘅時候啊，因為嗰陣時咧，我拍完第一條片咧，發現啲光好有問題，咁啊下架啦。本來我唔諗住拍嘅，點知突然間病咗，跟住嗰日睇到講 YouTube 介紹車公廟，咁啊諗起啊，不如我就再解一次個簽啦。跟住咧又病好翻，冇事啊。咁所以即係車公叫我一定要解呢條簽啊，咁啊所以就拍咗一次片。請問能否講解赤馬紅羊代表什麼？咁咧呢個朋友應該係新睇噶啦。我之前咧已經拍到第4集噶啦，就講赤馬紅羊嘅。咁有赤馬紅羊點嚟啦，跟住有推背圖啦、推背圖啦，同埋有埋立春八字嘅。咁之後咧有時間咧，可能我會赤馬紅羊一齊解啊，我就有機會講埋黃極經世書啦，同埋講一啲其他坊間嘅預言嘅。咁啊大家等一等啦，咁啊睇住頭4集先啦吓。下一個問題咧，呢個就係我喺講張敬軒解佢命格時候咧，就有人留言問嘅。咁咧佢就話冇時柱怎知冇財星咧？咁我喺影片其實係講咗噶，我係冇時柱，所以係用六字嚟估佢，六字裏邊睇到冇財星，咁就用六字嚟講嘅啫。咁我冇話佢冇財星噶，我戴咗頭盔啊。我講如果有財星都會用喺時間嗰度而有配偶嘅。另外如果無財星就無妻，為什麼女命無官煞能有又優秀又有錢嘅丈夫？就算八字冇，不代表大運冇財運。咁呢，呢個其實牽涉咗一個好緊要嘅嘢，大家唔好成日聽，佢八字無財啊，八字無官啊，就係無夫或者無妻，唔係單單咁睇嘅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啫。仲有一個睇法嘅，就係如果佢八字裏邊，我哋要睇一個人係咪無夫命或者無妻命，除咗睇佢八字裏邊有冇財星，即係夫星妻星啊，即係官煞啦、財星之外呢，仲要睇有冇生元。咩叫做生元呢？咁之後呢，我而家喺度講緊有八字嘅topic 啦，而家講到係五行生剋啊。咁之後有機會會慢慢講埋十神嘅。咁呢，大家記住財星即係妻星啦。如果我哋八字裏邊冇財星，但係有食傷，而個食傷係冇相沖，咁呢就代表財星有生元，因為食傷生財啊。如果八字裏邊冇官星冇煞星，但係如果你正財偏財旺嘅話呢，財生官煞都叫做有生元，咁呢就有救啦。因為如果你本身有生元嘅話，到你大運行翻嗰個星，即係男嘅行財星啦，女嘅行官煞嘅時候呢，咁喺個大運裏邊就容易結婚，容易揾到伴侶。咁另外除咗睇呢樣呢，仲要睇埋佢本身嘅，就算佢八字裏邊如果有財星又好，有妻星又好啦，如果財星或者官星入咗墓，或者夫妻宮被克、姻緣宮被克，咁呢都會影響到佢揾唔揾到伴侶，或者會唔會容易離婚嘅。咁呢，所以唔可以就咁睇話有財冇財，有官冇官，就係有冇伴侶咁解，要睇好多嘢嘅。咁啊，所以之後我拍片會慢慢拍噶啦。所以呢，八字冇大運有嘅話呢，
都要睇你有生元嘅話呢，咁呢你個大運就行到嗰個運噶啦。咁咩生元啊，或者十二宮嗰啲之後會講啊。生元又同十神有關啦，另外仲有長生十二宮啊。咁之後八字都會比較多，慢慢會講落去噶啦。咁但係我留意到啊，個八字我啱講到五行生克嘅時候呢，就好似唔係太多人睇啊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記得睇翻嗰類嘅片啦，就係十天干啦，同埋五行生克啊。咁我先有興趣繼續拍落去啊。如果唔係進度會比較慢，我又拍下其他嘢噶啦。佢就話呢，女命四柱八字冇一點官殺，藏支都沒有，咁啊一樣啦。如果你有生元嘅話，都有機會嘅。跟住都係呢個人問嘅。咁呢，佢就問何鴻燊八字無財，有幾個老婆，點解釋呢？咁首先何鴻燊呢，本身嘅命格比較特別啦。咁師傅其實就好少講一啲過咗世嘅人嘅命格嘅，因為同埋尤其是出名嘅話，就如果唔係咧就流於呢，就會變咗係英女王條命就係一世生活無憂啊，咁就冇乜意思啦。咁但係呢，既然有人問到啦，咁就簡單講下何鴻燊博士條命先。何鴻燊條命有一個比較特別嘅特點啊，我都係得佢六字啊，冇八字咁多啊。六字佢灰光入格，而且係壬辰啊，壬水騎龍背，加埋睇佢呢六字完全冇火，一啲火都冇，連支中人緣嘅火都冇，加埋見祿身強，非常之身強，大貴格嘅命嚟噶。咁啊，即係事後話啦，咁見到佢梗係大貴格啦。不過當你講點解佢個八字裏邊冇財，但係反而呢可以有咁多老婆呢？因為頭先講咗啦，因為有生元啊。佢嘅八字裏邊留意啦，姻緣宮有個食神喺度，好強嘅生元啊。食神就能夠生財，食傷生財，所以當佢遇到財星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用到。咁佢幾時用財星呢？咁就犀利啦！你睇下條命就知啦。佢由7歲開始行大運，不過第一個大運7至16歲嗰個財星比較難用啊，因為佢係行土運啊。佢呢土運嘅時候運勢冇咁強嘅，佢最好呢就係因為佢身強啊，行火木運嘅比較好。佢八字裏邊唔好有火先係貴格啊，但係大運就唔怕行火運嘅，大運嘅火運就係佢嘅財星嚟噶。你會睇到17去到56歲，每一個大運裏邊都有財星，而且全部都用得到嘅。因為都係佢當旺嘅時候啊，都係火運同埋木運嘅時候，佢最當旺，佢係行40年大運嘅。17去到56都係行好強嘅大運，之後去到57歲之後打後呢，就行金水運就會稍為弱，但係已經穩定晒啦。之前40年大運咩都穩定晒啦，咁就唔係太怕嘅。咁所以睇翻啦，佢雖然八字裏面無財，但係佢大運行嘅財運基本上全部都用到。我睇翻我哋數下幾多個啊？我哋7至6歲嗰個唔計啦，嗰個用唔到，同埋都冇吉嘅神煞啦。佢第一個17到26歲，佢已經除咗天干係正財啦，咁一定有財星噶啦。加埋有桃花運啊，咁呢，第一個遇到嘅就係17到26歲就遇到第一個太太，咁之後27到36就行偏財，再出現桃花運啦。不過呢個就可能難用少少啊，因為呢，佢就行學堂運啦，行親學堂運嘅時候呢，通常加埋佢行偏印啊，即係做工作上面比較強力嘅嘢，咁呢，就呢個時候桃花通常難用啲，因為加埋之前行咗桃花啦，之前行咗正緣添啊，正財星嚟添。但係跟住去到37到49歲之內再藏又有行財星啊，加埋天干雙官或者木運啊，都係旺佢嘅。咁呢，所以又會有桃花，又會容易遇到姻緣啦。跟住47到56又行財星，57到66啊，雖然已經行水運啦，就冇之前運勢咁強，但係都有偏財星啊，加埋有天月貴人幫手啊。咁同埋47到56佢又行桃花同埋紅鸞啊，雙桃花添。所以呢，佢一生基本上計大運嘅話，桃花姻緣不斷啦，咁所以呢，亦都解釋到點解佢八字裏邊無財呢都可以有咁多房啦，加埋咧同埋佢係灰光入格啊，係好強嘅命格嚟嘅。呢個本身係可以話，如果你譬如識個人嘅話，佢係煞氣比較大嘅命格嚟嘅，屬於一種。咁呢，我哋又睇下下一個問題啦。師傅，咁小朋友嘅性取向可否從命格裏睇出來？可以用風水或改名調節？其實小朋友嘅其中一位家長都係風水算命師傅，會否能改善情況？小朋友改唔改善到情況，同佢家長係咪算命師傅無關㗎，主要睇佢條命改唔改到嘅啫。其實都唔係改嘅，只係話可唔可以即係修正嘅範圍有幾大。首先我哋要留意翻啊，
喺傳統嘅子平八字裏邊呢，其實係冇直接提話有同性戀呢一個詞彙嘅。咁呢，因為古代嘅相法啦，算命法都係啦，通常係嘅結構嘅重心呢，就係用中法傳宗接代作為核心嘅。通常典籍裏邊呢，會講係婚姻不順啦，要異路嘅姻緣啦，或者爭道之命啦，或者係孤神寡宿啊，難求伴侶啊，諸如此類嘅，就冇直接提到同性戀嘅。不過透過啲實例嘅總結啊，亦都師傅自己啊，亦都發現咗喺八字裏邊隱藏咗啲暗示喺裏邊嘅。暫時未睇到有其他師傅有呢啲講法啦。咁啊，我講下我意見先啦。通常嘅特徵就係第一，喺八字裏邊缺乏咗配偶星，或者冇咗生旺配偶嘅星，或者配偶星有但係出現異化，同埋佢嘅比劫星能量過強。詳細講下咩咯？配偶星八字男命以財為妻啊，正偏財都係嘅；女命以官殺正官七殺為夫。如果八字嘅命局裏邊淨係睇個局啊，我哋唔睇大運啊，裏邊冇配偶嘅星，或者有配偶星但係得一個，而有受到嚴重嘅刑沖克害，或者配偶星跌咗入空亡。空亡咧就係你排列嘅時候咧，每一個天干都會有兩個空亡嘅宮位出現嘅。咁啊之後先詳細講啦。如果出現呢啲情況，就代表同傳統嘅異性姻緣比較弱啊，甚至連生旺嘅喺八字裏邊，除咗冇配偶星，連生旺佢嘅星都冇，連生元都冇。另外咩叫配偶星異化呢？就係話，譬如男命成個八字裏邊只有一個財星，但係個財星同其他嘅干支出現咗合化，不論三合、會合、六合都係叫做合化。而合化之後咧，會轉化咗另一個五行嘅話咧，視為一個配偶星嘅轉化現象啊。另外，如果月支嘅地支同日主嘅關係非常疏遠，咩叫疏遠呢？就有刑克。個月支因為係姻緣宮嚟嘅，月支反而同同性象徵嘅比劫出現咗合化關係之後咧，呢啲情況都係容易出現有同性戀嘅傾向嘅。另外，如果一個人八字裏面嘅比劫過旺啊，比劫代表兄弟朋友姊妹同輩，亦都代表同性噶。如果一個人八字裏邊嘅比劫星過旺，而且個比劫星係佢嘅喜用神嘅話，代表呢個人天生對同性有天自然而成嘅親近感同埋依賴感啊。而如果天干出現咗比劫，而佢所坐嘅位置比日主更加強，即係話比日主更加旺嘅比劫，傳統上邊視為爭夫或者爭妻之象，即係有人同佢爭老婆爭老公嘅。但係亦都同時象徵喺感情世界裏邊，同性對佢嘅參與度比較高，容易取代咗傳統異性嘅位置。仲有一個師傅留意到嘅呢，就係命格裏邊出現嚴重嘅陰陽失衡，即係話純陰純陽命。八字純陰或者純陽命嘅人咧，除咗性格之外，命格都容易走極端。男性如果命格全陰啊，就會過於陰柔；女性如果全陽嘅話咧，就會性格過於剛烈，就係所謂嘅女生男命啊。但係如果女性全陰，就會顯得過分陰柔、過分陰弱。如果男性嘅命格全陽嘅話咧，就過分剛猛，而會出現所謂物極必反嘅現象啊。我哋記住，八字除咗五行之外，陰陽都係平衡係最好，或者咧，八字我哋計四柱咧，三陰一陽或者三陽一陰都係 O K 嘅，兩陽兩陰又 O K 啦。但係如果四柱純陰，咁咧就會出現嚴重嘅問題，叫陰陽失衡。而呢種陰陽失衡咧，就會容易導致命主即係個人啦，喺尋找佢另一半嘅時候咧，不自覺地咧會揾一啲非傳統嘅平衡方法。咩叫做非傳統嘅方法呢？即係話男命過分陰柔，咪揾個男嘅剛強嚟平衡翻咯；女嘅過分剛強，就揾個女嘅陰柔嚟平衡翻咯。但係除咗呢個方案，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案嘅，就係師傅有時會教啲人嘅去相睇嘅破解方法啦。男命全陰可以配女命全陽，男命全陽就可以配女命全陰啊！呢個係極端嘅陰陽配，都係成立嘅。傷官太過旺咧，都會對佢嘅性傾向有影響。咩叫傷官太旺呢？傷官本身係克官星啊，如果女士傷官太多會克夫噶。但係傷官亦都代表一個人容易挑戰傳統，尤其是個傷官星係佢喜神啊。咁咧代表呢個人中意挑戰傳統，
追求自由同埋唔會墨守成規。通常呢個人呢，中意挑戰社會傳統嘅道德規範啦，容易令到自己跟住感覺走。喺感情上邊亦都比較容易出現有同性戀或者雙性戀嘅傾向嘅，因為呢個呢，就係本身對傳統婚姻制度嘅一種反叛心嚟嘅。另外有啲特殊神煞，例如紅艷同埋咸池呢類桃花，而咸池同埋紅艷呢，同其他桃花唔同啊，佢哋除咗係感情上面嘅桃花呢，亦都代表肉欲桃花，肉體上面嘅渴望嘅桃花。如果呢啲肉欲嘅桃花同比劫，即係比肩劫財同類嘅同性嘅同宮嘅話呢，或者出現其他啲某啲特別嘅組合呢，容易令到呢個命主啊轉化成一個好強嘅肉欲，而且係唔會理會性別嘅。咁咧好多父母比較關心啊，就係可唔可以改變呢樣嘢嘅呢？咁根據師傅嘅經驗啊，改名係冇用嘅，除非佢本身嘅命即係男命改個好女性化嘅名就改翻佢啦，女性一個好男性化嘅名就改翻佢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普通改名係冇乜作用嘅。另外，風水擺局又好，或者係相體配翻個純陰純陽都好咧，你都要睇翻嗰個當事人嘅意願啊。因為風水局你擺咗喺度，如果佢意願係唔想改嘅話咧，只會令到佢揾唔到伴侶啫。但係咧就唔會影響到佢嘅性觀念嘅。而如果佢本身都想改嘅話咧，咁呢啲局先有用嘅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問題，師傅，我想問可唔可以用翻上年地氈上嗰6個女王頭5毫紙？咁咧，師傅係好建議大家環保啲啊，重用你嘅風水物品，尤其是銅幣，咁你清潔乾淨可以用啦。音樂盒啊，其他擺設啊都係嘅，葫蘆都係你如果發毛就抹乾淨去，冇發毛就可以用得翻噶啦。咁發到入咗心好嚴重先至抌啦。另外水種竹都係嘅，水種竹係隨時可以移位嘅，大熱食物都係，不過要留意。例如你係用4支水種竹去化三碧啊，將三碧星變為4綠星，就利用4支水種竹啊。咁你睇翻師傅之前教風水佈局有教噶啦。咁咧你會留意，好多時候中間其中一支竹會枯嘅。咁你記住留意下，平時都留意啦。咁你轉陣嘅時候都要留意下啊。我譬如搬位嘅時候就睇下，係咪4支竹都係冇問題嘅，健康嘅就成個移位。如果有支枯咗嘅咧，就換咗佢啦。咁另外有一個特別要留意嘅，水本身污糟又經常換啦，咁你水唔使特別用翻啦。如果你嘅風水佈局嘅風水物係你搬屋另一間屋搬過嚟，或者你搬去間新屋，嗰間新屋裏邊本身有啲風水物嘅話呢，咁呢最好清潔乾淨。真係如果發現唔得嘅呢，就換咗佢啊。呢啲情況呢，就提議你換。跟住呢，師傅你好，請問在外國的屋中宮的計算，應該連車房和後院，佢應該係計個家宅咁解啊？係咪一齊計算呢？咁之前教過好多次噶啦，咁都再講一次啦。記住後院唔係室內啊，你入咗屋，你室內內範圍先係計你家宅範圍嘅，後院係唔計嘅。除非你個後院係玻璃屋，你可以下入個後院，成個玻璃屋嘅後院咧先計。如果唔係唔計嘅。另外車房，如果你揸架車入咗車房之後，你需要喺翻入車個門口出嚟，再經翻大門入屋嘅話呢，嗰個車房唔計。如果車房你揸咗個車入去，車房裏邊有道門可以入翻你嘅屋裏邊嘅話呢，咁呢個車房就要計入去屋嘅家宅範圍裏邊啦，擺風水陣要計埋嘅。緊記啦，入咗屋裏邊嘅室內範圍就計啊，即係話如果你個窗有個露台嘅話，咁你出咗個露台，但係冇密封嘅，咁呢嗰個露台唔計噶。你出咗個露台，仍然係封好晒個露台嘅話呢，咁個露台都要計入室內範圍噶。記住啦，教咗好多次噶啦呢個。師傅，我大門坐西南向東北，但大門在中宮開門，是否也計東北？佢嘅意思呢，應該係話個門喺中間開啊。咁你如果向東北，大門開中間，咁你嘅大門位置自然都係東北啦。咁就大門位置係東北，向都係東北啦。咁即係成間屋嘅中間開門啦。呢個唔係叫中宮開門，中宮開門咧就係9宮格中間個宮位開門先叫中宮開門啦。咁有朋友會問，有冇中宮開門嘅呢？係有嘅，師傅喺香港都見過，喺英國都有啦。喺香港都見過好多屋係中宮開門嘅，尤其是半山區，好多朋友中意買咗成層幾個單位打通晒，咁就會出現咗好多時候會出現啦。中宮就係你嘅升降機位同埋你嘅出入大門位啦。咁咧呢啲先叫中宮開門啦。中宮開門咧比較特別啦，因為要睇埋你個坐向同埋睇埋其他嘢先決定到你嘅大門位置嘅，因為我哋唔會大門位置喺中宮嘅，一定係其中其他一個方位嚟嘅。咁咧
呢個情況呢，最好你就真係要幫襯師傅，我先可以幫你睇到你實際大門位置同埋你個坐向喺邊啊。如果你係中宮，即係九宮格中宮有門嘅話咧，咁你就即係除非你去有研究有學過風水嘅話，如果唔係你中宮一般咧，你唔係咁容易揾到個門係向邊度同埋方位喺邊㗎。咁咧就呢啲就要幫襯下師傅啦。咁講開幫襯師傅咧，咁又有朋友留言啦，請問怎樣可以邀請師傅看風水？大家咧就可以去我 Facebook 專頁嗰度用短信聯絡我，或者 email 俾我啊。咁我就唔喺呢度擺啦，你去翻我 YouTube channel 嘅第一版就會見到噶啦。咁因為我都唔想成日貼我個 email 啊嗰啲出嚟，因為而家好多啲騷擾，唔係騷擾嘅詐騙電郵啊，成日冒認啲唔知咩公司又想揾你合作嗰啲咧。但係咧明明我呢個係廣東話頻道啊，就好多係英文合作啊，無端端嗰啲唔拉更嘅話同你合作啊，嗰啲一睇就知係假噶啦。咁啊，所以我都唔專登擺喺度啦，費事麻煩啦。大家去翻我嘅版面第一頁 YouTube 第一頁啦，就可以揾到我嘅聯絡方式噶啦。咁你喺嗰度短信聯絡我啦，Facebook 短信聯絡我啦，或者用email 聯絡我都可以嘅。跟住有啲幾個朋友咧都留言啦，喺Anson Lo，我之前有講 Anson Lo 嘅八字噶嘛。佢咧就想睇下Anson Lo 個流月年係點樣，咁我都簡單睇下啦。咁因為我就冇去時間啦，所以完全嘅流年咧就好難睇得準嘅。咁但係我睇佢大運啊嗰啲咧，大約略略都睇到一啲嘢嘅。好，Anson Lo 95年出世，2026年虛齡就32歲啊。佢本身屬豬噶。咁佢本身個命格就唔特別講啦，你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啦，主要集中講翻佢個大運同埋嚟緊流年運勢啊。2026年仍然喺佢31到40歲嘅大運裏邊啦，都係五鬼當道啊，是非比較多嘅啊，但係佢其他運勢係唔錯噶，容易咧就比較多是非啊。流年運勢丙午年啦，丙午火旺，佢係要火噶，咁啱晒佢嘅。今年太極貴人幫手啊，有貴人星啦。有六神，即係做嘢都唔錯嘅，同埋有龍德星啊，都係有貴人星嘅。不過咧留意啦，今年做嘢咧比較多走動啊，好多時候落手落腳，即係可能今年又比較可能要搞下演唱會嗰啲咧，就會比較有利嘅。另外都有女貴人入命啊，特別女性貴人對佢有幫助啊。其實呢10年都係噶啦，容易，尤其是如果去做美容啊、理髮啊、化妝品啊、首飾呢類。以女性為對象嘅做代言人、做廣告嘅話咧，特別對佢有利啊，特別容易成功。嗰啲公司都會有利啊，即係揾佢做呢啲嘅公司都會有利，特別賣得嘅。咁咧要留意啲咩呢？留意本身工作上邊佢嘅公司出現容易有人事不和嘅現象，即係佢經理人同公司可能之間出現不和，或者有啲公司政治鬥爭，可能人爭做佢經理人諸如此類嘅，會可能影響到佢嘅。咁就特別要留意啦。咁同埋佢公司都要特別留意啊，就唔好因為咁樣影響到佢啊。另外咧，佢本身健康咧就今年要注意飲食，容易有腸胃病，容易耳仔容易出問題啊，特別要小心啦。咁可能唔好潛水啊嗰啲啦，同埋咽喉嚨容易有疾病啊，咁啊好好養聲啦，因為今年都可以有機會容易比較多演唱會嗰啲搞啊，咁啊養好個喉嚨。同埋咧，記住今年咧佢個稜角比較高啊。咩叫稜角咧？即係有啲人話嘅時運低啊。記住啦，今年如果去探病問喪嘅話，一定要有人陪，揾個陽氣強啲嘅，或者揾多啲人一齊去。同埋日頭嘅時候去好啦，千祈唔好夜晚都逗留喺嗰啲地方啊。另外天黑之後經過啲陰森嘅地方啊，就唔好入去啦。同埋唔好今年就唔好走去接拍啲靈探嗰啲節目啊，就千祈唔好做啦。去電視台最中意啊，千祈唔好拍靈探節目啊。今年唔係幾好啊，容易惹到啲唔好嘅嘢。另外咧，講開公司啊，除咗有對佢有影響嘅公司政治之外咧，亦都容易發生一啲意料不及嘅突發事件啦，影響原本 plan 好嘅計劃，令到咧好多時候啲嘢咧要好緊急咁要轉態啊，會轉陣咁樣嘅。例如啲咩咧？例如可能 book 嗰個場地，即係去做演唱會咁講咧，即係book 嗰個場地突然間可能冇咗電，突然間漏水諸如此類，要轉場啊。咁咧，所以如果去做呢啲咧，佢嘅經理人公司啊、製作公司都好咧，要留意啦。係唔係代表佢容易有啊？而係佢今年容易遇到呢事啊？就大家記得做個 second plan 啦。佢本人財運都唔錯啊，但係今年容易有破財啊。今年佢容易買屋啊，咁可能又之後要見到新聞，佢又買翻間屋。置業咁樣啦，咁佢好多隊友都有置業啦，咁啊可能今年佢都比較容易發生呢件事啊。整體運勢都 OK 嘅，咁啊注意少少健康問題，同埋做嘢方面呢，今年多走動多演唱會啊，咁啊但係有機會有突發事影響到有啲計劃要改動啊，咁啊特別要留意啦。好，咁睇翻時間呢，都時間唔早啦，咁今日我哋答留言嚟到呢度啦。
咁呢，如果大家有咩想問嘅話呢，可以喺我影片下邊留低你嘅問題，我之後呢，有時間就會答你噶啦。咁我盡量都會答嘅，盡量抽時間啦。我可能一個月答到一次嘅。咁另外呢，記得留言嘅時候唔好喺，如果你想問嘢，唔好喺人哋嘅留言下邊留言問師傅啊。師傅有時睇唔到嗰啲留言嘅， YouTube 個機制呢係唔會提我嗰一種留言嘅，咁我有時就睇唔到噶啦。咁如果你發現過咗幾個月師傅都冇答你呢，就喺第二度，即係可能喺我呢一條留言影片下邊呢，就留言嚟再問我嘢啦。好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呢，請你撳翻個 like， 讚好我哋嘅影片，同埋多啲 forward 俾你嘅朋友睇，最好呢，仲訂閱埋我哋嘅頻道。喺訂閱嘅時候記得撳埋個鐘仔，選擇全部訂閱，當我哋有新片嘅時候呢，就會通知你噶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贊助下我哋嘅 channel 呢，亦都歡迎你加入做我哋嘅會員噶。如果你有咩問題唔明白，或者有話題想我哋講嘅呢，亦都歡迎你喺我哋嘅影片下邊留言噶。